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5月6號，我係 Anna 喺將軍澳，途經呢間日式新開嘅牛肉檔試下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今日試嘅呢就係呢個主打炭燒牛肉檔嘅生牛，價錢呢都幾大眾化嘅。除咗燒牛小排呢，仲有燒牛肩肉、牛扒、豚肉同埋雞肉。日式牛肉呢係用炭火即切即燒嘅。門口呢有2部自助售票機嘅，要自行排隊購票先。取嘢食嘅吧台嗰度呢係擺放咗部切牛肉機嘅，同埋見到呢師傅好努力咁炭燒緊牛肉。剛剛師傅切好呢唔同部位嘅牛肉呢都好靚同埋新鮮。鋪頭都算大間嘅，食晏時間坐滿咗人，客流量都多。試咗40蚊嘅炭燒牛肉檔飯，加12蚊可樂。今日約咗朋友飲下午茶，冇試到60蚊嘅套餐。呢塊牛小排呢，滲咗有啲芝麻嘅，有啲肥，但係呢炭燒味都幾濃。牛小排呢份量都多嘅，有啲肉質都好瘦，有牛肉味，醬汁味道調校得唔錯。但係呢，略嫌燒得比較乾，唔夠腍。配料呢，即蜜菜心呢，醃嘅味道呢，非常之惹味好食。日本珍珠米呢，都煮得軟硬適中，粒粒分明，香甜好食。配呢個野味炭燒牛肉醬汁係唔錯嘅選擇。40蚊一碗炭燒牛肉檔，價廉物美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